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你收睇我嘅頻道啊！今日落好大雨啊，今日嚟拍一拍呢個十字門嘅豪宅中海環宇天下、中海環宇天地啊！依家佢有推出咗有3個戶型啊，有一個細面積嘅，仲有一個大嘅。嗱，呢個就係佢入戶大堂啊，非常之豪華。咁你依家即時去睇一睇佢嘅一個示範單位。好，2梯6伙嘅，呢度有2個電梯。咁首先03、04呢2個單位係細面積嘅，60幾方係2個房間嘅。我哋第一個睇一睇佢呢個99方呢個戶型咧，05單位佢係做到一個大3房一個設計啦。呢個係入戶嘅地方，呢啲入戶呢啲櫃到時都係一個交流標準嚟嘅。嗱，呢個就客廳嘅位置，開間大概4米左右。中海環宇天下佢依家全部啲住宅都係改為即係落地窗，全部陽台都係已經打咗㗎嗱。咁呢個景觀就非常之靚啦，可以直接望到澳門嘅旅遊塔。景觀就一個縫望出去，可以望下啲景觀。樓間佢都好闊嘅。呢個咧就係99方㗎啦，客廳同埋餐廳嘅位置，同埋呢個廚房嘅位置咧。呢個半開放式到時交流都係幫你做好㗎啦。咁呢度就係一間房啦，到時交流之後會幫你隔開咁啦。呢度係間房，呢度就係公用嘅衛生間嘅位置。呢度咧就係一個兒童房，就會比較細啲呢個房。主人房呢個係。99方，仲有個大3房。呢個主人房嘅飄窗都可以望到澳門一個旅遊塔嘅景觀。因為今日天時冇咁好，落大雨啊今日。我哋再睇一睇另外一個戶型啦。呢度咧就係2間大面積嘅125方嘅，125方，佢都係樣板房，都係做到大3房。呢個係入戶嘅位置啊。可以睇到非常之大呢個125。其實佢客廳旁邊呢度係一間房嚟嘅，即係打咗。呢度就係廚房嘅位置啊。呢邊其實係一間房嚟嘅，即係佢打咗之後呢，成個客廳睇起嚟就非常之大，非常之闊落。景觀亦都係非常之好啊！呢個125方，睇一睇佢嘅休息區，呢係公衞。客房、兒童房，呢個係主人房。主人房嘅衞生間，主人房做得都係好大嘅喎。呢個125方佢景就冇99嗰個咁好，但係佢價錢會平啲，總價高，單價會平啲咁咯。我哋最後去睇一睇佢一個60幾方嘅2房單位。呢個咧就係佢有一個最細面積呢個戶型啦，60幾方2房嘅單位，非常之精緻啊！呢度係一間房嚟嘅，佢就打咗即係作為一個客廳嘅位置。呢個景觀咧就望到十字門嘅一個華佛商都啊，就喺對面啊。咁前邊就係地鐵站啦。
交通嚟講係好方便㗎。咁呢個係兩房，呢度係餐廳嘅位置啦，同埋呢度咧係佢嘅一個廚房嘅位置。廚房做得都非常之大，60幾方兩房喎。呢度係主人房同埋呢個衞生間嘅位置啊，60幾方，67方左右兩房。咁呢個面積亦都係買得比較好嘅啦。嗱，一共就有3個戶型啦。有興趣就歡迎你私信我，我發啲詳細啲嘅資料俾你，帶你現場睇睇啦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